Hello，大家好。好啦，歡迎翻嚟讀樂樂。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嘅書叫做《智商稅》，越聰明的人越蝕底，即係聰明人都有可能因為各種心理陷阱而付出不必要嘅所謂智商稅咧。今日等我哋睇下點樣喺日常生活中保護自己嘅荷包同心智。準備好同我哋一齊揭開商家同騙子嘅套路未？Let's go！首先講下第一章，免費嘅最貴咯。你書中指出咧，即係佢而免費嘅嘢，其實都標咗一個你睇唔到嘅價錢。一旦你收受咗小恩小惠，基於消費內疚，好容易令你反而之後要還嘅，就好似好多商場成日搞免費派發試用裝嘅活動嘅，好似化妝品試用裝咁啊。我哋攞咗之後，好多時覺得唔好意思，就會留低個人資料啦，或者聽佢哋推銷產品。呢個就係消費內疚嘅例子。免費嘅嘢背後往往隱藏住商家嘅銷售策略。又有啲健身中心會提供免費試堂，好多人一開始覺得唔使錢啦，梗係去試啦。但係試完之後，間嘢就實會不停咁游說你報課程啦，話你身形唔夠好啊，或者需要專業指導啊等等。呢個時候你就好難拒絕，因為你已經用咗佢哋嘅服務，潛意識上就覺得欠咗佢哋人情，咁覺得唔好意思，結果可能就買咗成個 package 咯。呢個就係消費內疚嘅例子。即係商家點樣利用免費服務引導你進入咗消費陷阱。再嚟睇下從眾行為，好多時我哋嘅消費咧，並唔係基於客觀需求，而係從眾時嘅安全感。就好似香港人排隊買嘢嘅心態嘅，一見到有條長龍，我哋就會不自覺咁跟住排嘅，覺得入邊嘅嘢一定好好食或者好抵。有次我見到尖沙咀有間新開嘅台式飲品店啦，大排長龍啊，好奇心驅使下就跟住排咗半個鐘，到我買到嘅時候，其實味道都只係普普通通咁啊，咁咪即係呢個就係從眾行為嘅例子。即係我哋點樣因為別人嘅選擇而影響自己嘅判斷啊？又或者每年新 iPhone 推出，即使你部舊手機仲好好用啊，但係見到身邊個朋友都換新機，你又會心思思想換。呢種就係好典型嘅從眾行為啊！因為大家都想追隨潮流啊，唔想俾人覺得自己 out。呢個就係從眾行為嘅例子，講明咗群體壓力點樣影響我哋嘅消費決定。另外咧，就喺書中講到安慰劑效應，係即係心靈雞湯嘅威力啦。有啲人之所以咁有影響力，係因為我哋渴望見到美好嘅生活願景，而唔係現實嘅無力。例如香港有啲所謂嘅成功學課程，收費可能好貴，但係佢哋會講好多激勵人心嘅故事嘅。事後話只要跟住佢哋嘅方法，就能夠快速成功，係搞到好多人好似打咗雞血咁，覺得自己前途一片光明。但係到頭嚟，可能發覺現實根本未有實際改變啊，甚至白白花咗好多錢。呢個就係安慰劑效應嘅例子。
說明咗我哋點樣因為對美好願景嘅渴望，咁就輕易相信心靈雞湯嘅說法啦。好啦，咁講到呢度咧，大家可能開始諗啦。咁我哋作為消費者，點樣自保咧？咁樣書中咧提供咗兩個非常有洞察力嘅文句，足以抵抗80%以上嘅消費誘惑嘅，就係我真係需要呢樣嘢咩？同佢對我到底有咩用啊？呢兩個問題睇落好簡單，但係喺你消費嘅時候，你嘅初心，即係你最真實嘅需求，往往就隱藏喺呢兩個問題之後。即係相信好多人都曾經試過，一見到商場減價就好似失咗魂咁，唔理3721就衝去買。有次我見到一對好靚嘅波鞋大減價，平咗成幾百蚊，二話不說就買咗，單到屋企先發現，其實我已經有差唔多顏色同款式嘅波鞋啦，根本唔需要買噶。嗰刻我就即刻諗起書中講嘅呢兩個問句。如果我當時問一問自己，我真係需要呢對波鞋咩？佢對我到底有咩用？咁可能就唔會白白浪費咗幾百蚊。呢個就係透過自我提問避免衝動消費嘅例子，即係釐清需求嘅重要性。呢本書唔係叫你完全唔消費，而係希望你能夠喺消費嘅過程中保持住清醒嘅頭腦，避免做個自動提款機啦。咁就佢鼓勵大家要成為一個獨立思考嘅人。我睇完呢本書之後，每次要買嘢都會停一停嘅，諗一諗，唔再因衝動而消費啊！即係真係幫我慳唔少錢。總結嚟講呢，智商稅越聰明嘅人越蝕底呢本書揭露咗商家同騙子如何利用心理學嚟操控我哋嘅判斷力，令我哋心甘情願咁交個智商稅。要保護自己，我哋就要學識用書中提供嘅防禦機制，特別係嗰兩個最重要嘅問題呢。咦，我真係需要呢樣嘢咩？同佢對我到底有咩用？希望呢今日嘅分享對大家有所啟發。你哋又有冇試過因為免費或者跟大隊而買咗啲唔需要嘅嘢呢？又或者你哋有咩方法可以避免交智商稅呢？即係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哋嘅經驗同睇法。記得 like and share 呢條片，仲有撳埋個鐘仔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咁就唔會錯過我哋下一集嘅精彩內容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